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用溫度感測器同埋 LCD 顯示器嚟製作一個可以即時顯示攝氏同華氏溫度嘅智能溫度計。首先，我哋將溫度感測器插喺麵包板，GND 插喺 A1，SICK 插喺 A2，VCC 插喺 A3，跟住 E1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，E2 駁條線去 Arduino 嘅類比，輸入 A0 腳位，E3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。之後，我哋將可變電阻同 LCD 顯示器放好。可變電阻三隻腳分別插喺麵包板嘅 A8、A9 同 A10。LCD 顯示器插 A15至 A30，並將 Arduino 嘅5伏同機贏 D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負極槽。跟住我哋駁可變電阻嘅線，由 E8 駁一條線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，而 E9 就駁去 E17。中間嘅信號腳用嚟控制文字顯示嘅深淺度，最後一隻 E10腳就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。之後我哋要接駁 LCD 嘅數據線同控制線，由 E15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，E16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由 E18駁去 Arduino 嘅 D13腳位，E19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，E20駁去 Arduino 嘅 D12腳位。跟住駁數據線，將 E25駁去 Arduino 嘅 D11腳位，E26駁去 Arduino 嘅 D10腳位，E27駁去 Arduino 嘅 D9腳位，E28駁去 Arduino 嘅 D8腳位，E29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E30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。好，硬件嘅電路駁線就全部搞掂晒啦。跟住我哋打開右上角嘅 code，呢段 code 嘅重點係先引入函式庫，並宣告 LCD 對應嘅控制腳位。喺 Loop 主程式裏面，系統會讀取類比腳位 A0嘅電壓值，透過公式計算出攝氏溫度同華氏溫度，之後清除螢幕，分別喺 LCD 嘅第一行同第二行，將溫度數據即時印出嚟，每隔1秒更新一次。check 完個 code 冇問題，就可以開始模擬。你睇，當我哋點擊溫度感測器去改變模擬溫度嘅時候，LCD 螢幕上面嘅攝氏同華氏溫度數值就會即時改變。如果文字唔夠清晰，扭動粒可變電阻就可以調節螢幕嘅對比度。呢個智能溫度顯示器就係咁簡單，大家快啲跟住試下啦。